又到咗一年一度嘅姜公誕，每年4月30號姜濤生日，佢嘅後援會都會準備一系列慶祝活動。今年姜濤26歲生日，姜糖準備咗好多應援節目。除咗4月26號喺西九舉行無人機同煙花表演之外，銅鑼灣繼續成為姜濤灣。由4月初開始，已經有商場同大型外場生日廣告俾一眾姜糖打卡。而今年姜濤香港後援會繼續喺姜濤生日正日舉辦電車免費乘坐日，當日無論遊客同市民搭電車都係免費。此外，繼往年內地有生日應援廣告，今年內地糖再有應援活動。小弟站喺商業戰略嘅角度分析，姜濤後援會每年將4月打造成姜濤嘅月份，將資源聚焦喺4月，成功令大眾感受到姜濤嘅粉絲係特別狂熱有心思。呢個造勢嘅力度非常強大，成功打造咗一個與別不同嘅形象俾姜濤。你認為姜濤後援會仲有邊啲值得學習嘅商業智慧呢？歡迎留言話我知。關注我學兵法，包人包數。